有咩可能咁靚嘅手鐲披起貨會變成咁醜㗎？呢個姊妹肯定俾人呃咗啦！我同你哋講啦，買手鐲披做定製手鐲啊，一定要睇清楚手鐲裏邊有冇瑕疵啊！就好似我呢條拉光咗嘅手鐲咁，裏邊嘅情況咧就好清楚㗎啦，就係冇瑕疵㗎。如果買手鐲披嘅時候咧，發現裏邊有紋裂嘅、有雜質嘅，咁你就注意咯，好大機率係避唔開㗎，所以唔好相信商家話經過加工可以避開啲瑕疵嘅。仲有一點，手鐲披加工出嚟係因為做得更細條，有一啲棉啊、瑕疵啊就磨走咗，所以就有起貨起獎料嘅講法啦。如果嗰啲瑕疵冇避開，留喺手鐲上邊，咁就起貨起差咗啦，係唔會出現羅種手鐲披加工之後一下子變成冰種嘅手鐲嘅。咁同樣我呢個手鐲披起貨之後都唔會變成豆種嘅手鐲嘅。咁呢個俾人配貨嘅姊妹同我講咗來龍去脈之後，咁我就知道啦，其實就中咗某啲不良直播間嘅套路啦。佢哋會用好低嘅價格嚟賣手鐲披，然後等你上當買咗啦，配好差嘅貨再發貨俾你，可能一條靚嘅手鐲披賣咗上百次啦，仲係完好無損嘅。我呢條手鐲披準備去做一條圓條嘅手鐲，咁起貨結果係點樣嘅呢？咁你哋自己去睇啦。Much later，年輕的時候，快樂那麼簡單。相信漣漪嘅眼光啦。